拜拜啦。喺2023年9月17日，曾經去過一個叫輕鐵35週年對外開放的輕鐵車廠參觀活動，全場最矚目重點一定是索布停泊排列的歷代輕鐵列車。而今次小編喺受人邀請情況下去嘅參觀活動，不過當日活動範圍深入不少上次對外開放日不作對外開放的內部地帶。除此之外，更參觀了模擬駕駛室同埋輕鐵介紹展館等。當我們隨團進入車廠後，便首先在展館裏面聆聽導賞員幾分鐘的講解，然後他們介紹各類輕鐵零件。介紹完後就到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在展館各處自由活動。而隨團大部分人就輪流玩輕鐵列車模擬駕駛器，而在展館另外一邊就開放咗平時輕鐵新入職司機操練的1:1模擬駕駛室供大家拍照，可見駕駛室內部配置以及外面行經街景都依照實體真實情況打造。而在內部展館參觀完後，就入到輕鐵維修園維修輕鐵列車不同部分的維修工場。冷氣嘅組件啦，咁變咗啲風扇啦。夏天嘅時候咧就尤為重要啦，因為我哋天氣咁熱嘅時候，大家知唔知咧？輕鐵最開初嘅時候咧，個冷氣唔係擺車度嗰啲。其實咧喺最開初嘅時候咧，呢個冷氣嘅部件咧係曾經擺過喺車底嘅。咁但係咧就好快就發覺係唔 work 嘅，因為咧擺喺車底咧實在太過熱啦，佢散唔到熱，咁樣令到嗰個能源嘅損耗好大咧，亦都好容易嘅。唔係，嗰部輕鐵佢應該係佢一直停喺度噶嘛。話咁快參觀完所有當日參觀嘅活動範圍，旅程差唔多來到尾聲，而職員就帶我們上復古輕鐵列車，順便送我哋離開車廠。冇車燒過啊！好。而喺離開車廠前，順便帶我們遊走車廠一圈，並觀看入沙池及洗車情況，才離開車廠駛入主線。開車。哦。sorry 啊。拉扶手啊！小心。睇啦。拉扶手。我啲 PA 嚟。係。得一樣嘅。到時請買條 PA 啊。因為一離開咗呢度。我冇講哦，他們要做咩你做？係啊，可唔可以啊？我寫翻個 report 俾你。頭先係做咩？好緊啦，扶手啊！嚟啦！開車啦！有冇緊啦？扶手啊！好啦，咁頭先咧咪安靜咗一段時間咧，其實就係咧，要等我哋車長啦，咁同車廠嘅控制中心做一個溝通嘅聯絡喎，得到我哋車廠入邊嘅調度員啦。批准之後咧，我哋先可以行駛出嚟嘅喎。因為咧成間車廠啊咁多條路軌啊，24個嘅 service pin， 咁咧就可以一個調度員睇晒咁多條路軌。所以咧我哋
每一架輕鐵啦行車之前啦，都要得到佢批准啦，咁啊先可以開出嘅。好，咁啊嚟緊啦，我哋會入去一個叫2號嘅路段喎。咁啊，咁咧呢個路段咧，咁就話特別就唔好特別嘅。咁啊，但係佢其中一個功能啦，咁就全間車廠得呢條路先有嘅啫。咁就係一個入沙嘅房啊，叫入沙房。咁然後前少少咧，一個叫洗水房。咁啊入沙係有咩功能咧？咁其實呢個沙咧係真係講緊沙灘入邊嗰啲沙。咁但係關輕鐵咩事咧？有冇朋友仔知道啊？增加摩擦力啊！停車嗰時剎車。係啊，咁快已經聽到答案啦。冇錯啊！咁啊，其實咧，咁啊落雨嘅時候啦，咁可能路軌同車轆啦，咁摩擦力減少咗喎，咁其實會有一個剎車嘅風險出現啊。咁咧呢個時候咧就要啲沙可以幫手啦，清真陣下。好。未有水。停咗你。哇！啱扶手啊！喂，洗車咯！開定水罐。開水罐啦！好嗱，係啦，咁啊話咁快咧，已經去到洗水房喎。咁我哋即將進入呢個洗水環節啦。哇！嗱，冇一個咁爽嘅開咗個窗啊！邊個咁傻開窗啊？好，話咁快頭卡就洗完喎，咁應該尾卡朋友咁樣去洗緊啦。好，咁其實呢個洗水嘅環節咧非常之快捷嘅喎，咁因為始終輕鐵啊咁多卡列車，咁啊為咗時間效率啊，咁啊呢個簡單地俾啲清水啦，跟住有啲鹼水，然後經過滾輪洗刷，最後再嚟多次清水，咁就完成㗎啦。咁啊，但係咧話咁多嘅輕鐵咁。咪用好多水咯，咁啊唔需要擔心嘅，因為我哋港鐵啦係環保企業嚟嘅喎。咁啊呢個路段嘅路軌下邊啦，其實有一個收集班，咁啊循環嘅系統，咁啊啲水過濾完咧就可以再用啦。哇！好正喎！好，咁啱啱又靜咗一陣咯喎，咁啊因為咧又要同車廠嘅控制中心做一個溝通啊。咁我哋而家經過呢一個路段咧，會進入翻呢個輕鐵嘅停泊區喎，即係頭先我哋上車嘅地方啊。咁呢度咧主要就係我哋輕鐵啊停泊嘅地方啦，咁啊絕大部分嘅輕鐵啊，咁啊喺一個服務時間完結之後咧，都會翻嚟呢度啊，咁啊等候第二日嘅服務嘅喎。咁啊有冇朋友仔知道點解唔係全部輕鐵都翻晒嚟嘅？咁即係有啲輕鐵會喺邊咧？拆界西鐵站咯，天水圍西鐵站咪會咯。係啦，實在太好啦！大家都好睇俾咗答案我。咁冇錯啦，咁其實會擺一啲輕鐵啦喺翻出邊嘅總站㗎。咁啊，譬如屯門碼頭啦、天水圍啦、元朗啦，同埋天日站㗎喎。咁其實就係方便翻第二日嘅頭班車啊、二班車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全部輕鐵都翻晒嚟㗎喎。好，咁第二條問題又嚟啦喎。咁假設啊，啲輕鐵真係翻晒車廠啦，咁啊車廠範圍啊，最多可以停泊幾多卡嘅輕鐵咧？啊，呢個真係應該估嘅，應該冇乜人知㗎嚇，估下。60組車，係咯。60卡，包咗啊！啊，俾個 tips 先啊，多過100卡嘅喎。哇！100卡。係講啲答案嚟聽下先，有冇啊？有冇啊？132個有冇啊？呢個殘有。30。140。講緊拍到全坐。140啊！公司爆錯嘅。140
如果不過颱風好啦，喺開估之前啊，咁我哋頭卡嘅朋友啊，可以向企喺頭門嘅我哋頭先扶手。喐車，我手扶手，好啦，哎呀，終於輪到我哋出廠啦！嗰度試啤廠。好啦，咁出廠呢個路段啦，頭先咧我哋就轉右手邊去2路洗水喎。咁稍後咧，我哋就係轉左手邊啊，會離開車廠喎。嗰啲巴士。冇錯啦。咁啊，如果頭先有玩過 CapSim 嘅朋友仔啦，有冇留意下我哋啲燈號係點樣嘅模式㗎？T 或者 T 係紅燈，紅綠藍啊，紅綠黃啊嘛。好啦，咁啊，有玩嘅固然了解啦，冇玩過嘅都唔緊要。咁我哋而家即刻轉左啦。咁嚟緊左前方啊，咁啊已經見到我哋有2組嘅信號燈嘅喎。咁啊一組就係叫做 point indicator， 咁其實係一個波口嘅轉向指示啦，即係話嚟緊呢個路軌係直行定左轉咁樣。咁所以咧，而家見到有條向左嘅白色線啊，咁即係證明我哋要向左手邊。咁而另一組嘅 signal 咧，其實係一個紅色嘅 T 同埋一個白色嘅箭嘴喎。咁其實就係我哋紅色嗰個會叫做 red T 啦，即係好簡單啫，一個紅色嘅 T 字，咁即係 stop 咁解啦，即係簡單啲講紅燈啊。咁然後白色嘅箭嘴咧，我哋叫 proceed signal 前進嘅信號，咁即係行人嘅綠燈咁解啦。B 班全日制班，即係到 B 班啊嘢，我哋嗰日食。好，扶實。好啊，咁啱啱咧又消失咗一陣喎，咁啊同學仔又估下我哋發生咗咩事咧喺駕駛室？前面有架車喐咗，前面有架車停站，所以又係啊，610定出嚟。都啱啦。咁其實頭先係有2個 situation 令到我哋會停低啦。咁第一就係冇錯啦，頭先前面有架車啦，咁我哋要等佢走咗先可以出嚟喎。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頭先喺車廠嘅路段啦，要進入一個我哋個 main line 主線路嘅範圍啊。咁其實呢個動作咧都要問清楚我哋嘅車務控制中心喎。咁啊，車務控制中心咧同頭先嗰個車廠控制中心唔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哋頭先喺進入呢個主線路啦，要通知嘅係車務控制中心。咁啊，得到佢哋嘅批准啦，咁啊確保安全啊，咁我哋先可以駛入呢個正線路嘅。好啦，咁啊，因為車廠有車速限制啦，咁我哋出到嚟嘅話，大家想唔想揸快少少啊？體驗下。好啊嘛，咪太慢啦。咁大家扶實未先？坐穩扶實未先？好，咁啊，事不宜遲，已經交咗出啊。好，咁啊，而家車長咧都已經揸到接近60嘅 kph 嘅喎。咁其實頭先呢個路段咧，就係我哋屯門區。咁啊，其中一個可以揸到60最高速嘅路段嚟嘅喎。咁但係平時咧，其實我哋咧車長好少揸得咁快。點解啊？因為你話咁快到下一個站，我根本就冇需要加速加到咁多啊，就係咁解啦。因為中間可以行70啊，我就有條更快㗎。好啦，咁我哋啱啱經過蝴蝶站啦，咁啊，其實同學仔有冇諗過咧？點解啲車站咧係用乜嘢去命名嘅咧？即係基於乜嘢嘅考量啊？定係佢中意叫咩名就咩名啊？有冇咩諗法啊？同學仔？全港地名啦。站幾時改站名啊？冇錯，咁其實我哋都收到非常之多嘅查詢啊。
咁啊，亦都只可以統一回答，就係有待公司公佈啦。好，因為事實上真係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嘅。係啊，有得爭就要磋商下要。好，係咪完全冇反應咧？好反應。冇錯啊，因為其實架車咧重量成20噸嘅一個列車啦，咁我哋噴啲沙落去咧，其實你個人體感咧係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嘅。咁啊，反而咧車長反而係會有少少感覺到嘅，即係我個人經驗啦，我以前揸輕鐵嘅時候，咁但係咧都要視乎翻，其實咧有啲車咧個噴沙個嘴啊，唔係噴得咁多沙嘅喎，所以咧有啲車啊，你一撳個噴沙掣，就聽到斜咁樣嚇，咁又跟住就碌過咧，就會感覺到有啲沙嘅凹凸嘅感覺。咁但係有陣時有啲列車咧，可能個管口啊，咁啊，可能換得新啊，或者太舊啦，咁啊，落唔得咁多嘅沙咧，咁反而就真係冇感覺嘅。咁但係點知佢係咪真係 function 咧，有功能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就有賴咧，我哋每次啊列車出廠之前啦，都有一啲安全嘅設備啦，要跟蹤檢查晒，簽好名先可以出車。咁其中一個檢查嘅項目咧，就係睇佢個沙管撳咗噴沙掣之後咧，個車長要行翻落去路軌範圍，睇下有冇沙嘅。咁呢個係真係要做足嘅安全檢查嚟嘅喎。好啦，咁我哋已經嚟到屯門碼頭總站啦。咁呢個係我哋輕鐵嘅一個好大嘅總站。咁除咗佢有輕鐵之外啦，咁亦都有巴士總站啦、小巴站、的士站。咁啊，當然叫得碼頭，梗係有個渡輪碼頭啦。咁呢度咧可以搭船啦，去到東涌啊、大澳嗰啲地方嘅。日落必睇點嚟㗎，呢度都係喺碼頭嘅添。好，咁我哋之後咧轉多個彎咧，將會進入1號月台喎。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不如俾啲掌聲我哋嘅車長好啊！唔該晒車長。好，咁啊稍後咧，我哋列車會進入1號月台啦。咁啊大家咧，咁啊記得拎齊個人物品落，小心空隙。咁啊，落咗車之後咧，基本上就大家可以自由解散㗎啦。咁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去車頭方向啊，然後轉左手邊啦。我哋有一間屯門碼頭嘅輕鐵客務中心啊，咁大家都可以參觀下嘅。如果有興趣，好咁啊，再次多謝大家參加今日嘅行程啦！大家俾啲掌聲自己先，唔該晒。辛苦。好，咁就記得拎齊隨身物品啊，小心月台空隙。最後貶到屯門碼頭總站解散，是日輕鐵車廠參觀完畢，謝謝收看。